介紹，你好，朋友。在這個喧囂多於理智的世界裡，我們常常迷失在對幸福的追求中，失去了內心的寧靜。斯多葛哲學不僅僅是一套理念，更是一門有尊嚴的生活藝術。它教會我們在世界動盪時堅不可摧。在我們繼續之前，請喜歡這段視頻。如果你欣賞深刻的反思，請訂閱，並將它分享給可能需要的人。這樣做，你將有助於在這個混亂的世界裡傳播平靜、平衡的美德，在斯多葛價值觀中尋找和諧。斯多葛派認為，美德不在於極端，而在於平衡。他們沒有選擇禁欲主義或盲目激情的道路。他們的理想是與自然和諧相處，與自己的內心世界和諧相處，與存在的邏輯和諧相處。平衡是一種接受生活的能力，不過度興奮，不驚慌失措。它是一種保持平衡的能力，即使周圍的世界在搖晃。真正的力量在於克制，真正的自由在於節制。界限意識，用智慧設定界限。委曲求全的人明白，並非所有事情都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。這不是弱點，而是一種深厚的力量。設定界限意味着讓自己從幻想中解脫出來，不在無法改變的事情上浪費精力。這是對主要事情的關注，關注你自己、你的行為、思想和選擇。知道自己界限在哪裡的人，知道自己是誰。設定界限並不是要封閉自己，而是要保持自己的完整性。過度仁慈的危險，如何在幫助的同時不被灼傷？善良是最高的價值觀之一，但沒有限度的仁慈不再是高尚，而是自我的喪失。斯多葛主義教導我們幫助他人，但不能犧牲自己；尊重他人，但不要犧牲自己的尊嚴。過度的寬容會讓我們容易受到那些只想索取而不想付出的人的傷害。仁慈還在於懂得適時地說不，這也是一種對自我價值的關懷。自尊，維護尊嚴和內在力量。自尊是人格成長的土壤，沒有自尊就不可能做到公平、合理或堅韌。斯多葛主義教導我們，不要為了得到認可而犧牲自己，不要尋求認可，做真實的自己。一個自尊的人不會依賴他人的看法，他知道自己的尊嚴不是別人給的，而是自己不允許被剝奪的。慎重，做出明智選擇的藝術。智慧不僅僅是知識，它是一種日常選擇。委曲求全的人不會衝動行事，他會分析、辨別、權衡。他知道什麼時候該沉默，什麼時候該說話，何時前進，何時停止。謹慎中沒有急躁，但有深度。它是一個指南針，讓你在這個容易迷失方向的世界中保持正確的方向。斯多葛派的美德之道，何時選擇道德優越？對斯多葛主義者來說，道德不是一種情緒選擇，而是一種原則。但即使是美德，也有其背景。有時為了保持和平，最好不要證明自己是對的；有時為了不傷害別人，最好保持沉默。委曲求全的人並不軟弱，他只是明智。他的首要任務不是正確，而是有價值。他選擇的不是最響亮的道路，而是最正確的道路。在別人吶喊的地方，他思考；在別人掙扎的地方，他選擇美德。結論：斯多葛主義不是一種時尚或潮流，它是一條久經考驗的通往力量、和平與榮譽的道路。它不能保證生活一帆風順，但卻能保證生活體面。如果這些話能引起你的共鳴，請訂閱並與我們一起繼續你的旅程。你的內心堡壘已經築成。